Just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出席异变六字大明咒持诵法会；各国藏人和支持者纪念第11世班禅喇嘛失踪29周年纪念日；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布年度报告；司政边巴次仁圆满结束对西欧多国的访问行程。藏人行政中央策略规划小组第6次会议在瑞士召开。流亡藏人学生在全印度高考中取得优异成绩。驻布鲁塞尔代表率西藏代表团访问西班牙议会。藏人行政中央祝贺澳洲议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新任联合主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六5月11号上午，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出席了异变六字大明咒持诵法会，并在发表讲话时呼吁人们努力修持对菩提心和空正见的理解，以及着重强调了雪域西藏与观世音菩萨生生世世的联系。达赖喇嘛尊者在法会上发表讲话时，呼吁僧俗信众培养一颗慈悲与利他之心，无论是否信仰宗教，都要心存善念，避免邪恶和贪婪。尊者进一步强调，人们越是反思对菩提心和空正见的理解，就会越快乐和幸福。另外，今天5月17号是藏传佛教第2大精神领袖第11世班禅喇嘛更登确济尼玛遭中共当局秘密劫持后持续失踪29周年纪念日。世界各地的藏人和支持者举办了各种活动进行纪念，并呼吁国际社会敦促中国政府立即释放班禅喇嘛和他的家人。1995年5月14号，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宣布更登确济尼玛为10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统。时隔3天后的5月17号，年仅6岁的更登确济尼玛和他的家人被中国官员劫持，从此下落不明。尽管国际社会一再呼吁，中国当局拒绝提供任何有关他的下落和健康状况的讯息。截至今天，没有任何联合国特别报告员或独立的专家能够接触到班禅喇嘛，核实他或他父母的状况。更登确济尼玛曾经是世界上最年轻的政治犯，现年35岁的班禅喇嘛已经成为世界上服刑时间最长的政治犯之一。此外，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于5月10号发布的有关中国人权状况和法治发展的2023年度报告称，中国继续在系统性的侵犯人权，并突出强调西藏境内的藏人因行使其基本权利而受到惩罚，以及打压和消灭西藏的宗教自由、语言和文化等问题。报告还涵盖了2022年7月1号至2023年6月30号期间中国的人权和法治发展情况，并强调自2010年以来，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尊者的代表之间缺乏性的对话，以及中国试图干预并控制藏传佛教的宗教事务，其中包括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问题。这份报告还新增了题为“技术增强的威权主义”的新章节，突出强调了新兴技术在中国和世界各地的监视、审查和压制基本自由方面扮演的角色。委员会在报告中向美国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提出了6点行动呼吁，鼓励他们为西藏人民的权利采取行动。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本月继续在西欧的奥地利、德国、意大利和瑞士展开访问，期间会见当地政府官员、议会议员、媒体和藏人民众，并介绍了西藏境内的局势和藏人行政中央为解决西藏的困境所做出的努力等议题。在意大利进行访问时，司政边巴次仁会见了意大利国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德普里阿莫安德里参议员、副主席兼伊莱尼亚马拉瓦西众议员、
国际机构的成员、意大利西藏协会主席等政要，并且接受了意大利各大媒体的采访，以及与长期支持西藏的友人和当地藏人社区的成员进行了交流。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司政会见了该国绿党的融合、多样性和动物权利发言人、外交事务和人权委员会成员、国会议员法伊卡埃尔加纳什、奥地利人民党议员古德伦库格勒、新自由主义论坛的人权发言人、人权委员会成员和议会议员亨利克·布兰斯托特等政要。在访问维也纳期间，司政还接受了奥地利平面媒体《信使报》、奥地利通讯社以及新奥地利和自由论坛的通讯社主编斯瓦特·法特的专访。随后参观了维也纳的周末藏语学校。司政边巴次仁在访问德国首都柏林期间，向相关德国政要传达了2个重要信息，即尽快解决中国在西藏的殖民式寄宿制学校的问题，以及维护西藏的宗教自由和独特的佛教传统，其中包括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问题。司政还援引美国在上述2个问题上的政策，敦促德国领导人考虑通过类似的法律，并利用多边论坛追究中国政府的责任。司政于5月7号会见了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和宗教信仰自由委员会专员安克·伯伯曼。在另一项重要的访问活动中，司政边巴次仁会见了德国基民盟外交事务代表、德国联邦议会监督小组副主席罗德里希·基奥维瑟特议员，并在随后举行的会议上讨论了藏人在面对中共独裁政权时可以学到的务实教训。双方重申了在维护人权方面的共同承诺。司政边巴次仁在德国传达的首要信息是敦促欧洲，特别是德国，利用其在与中国打交道的优势，并从西藏人民的自由斗争中吸取灵感来对抗独裁政权。司政于上周六5月11号结束了对西欧的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的访问后，对瑞士苏黎世展开了访问。5月12号，司政边巴次仁参观了苏黎世的周末藏语学校，并在发表讲话时敦促学生以高度的责任感珍惜西藏的语言和文化，同时赞扬了教师和家长的共同努力，并强调了当地的周末藏语学校等机构在培养下一代藏人方面的重要性。随后，司政出席了全球藏人大学生网络和欧洲西藏青年协会联合在苏黎世大学举办的多元化讨论活动。与会者在活动上与司政讨论了藏人行政中央有关流亡藏人社区可持续发展政策的看法、第16届嘎夏的策略与愿景，以及通过中间道路政策解决西藏问题等议题。随后，司政参访了瑞士和列支敦士登藏人协会的办公室，并参加了由瑞士藏人自愿游说小组举办的另一场会议。在圆满结束对苏黎世的各项访问行程后，司政边巴次仁于本周三5月15号抵达法国巴黎，展开为期4天的访问。司政在抵达巴黎后，从机场前往法国参议院进行拜访，受到参议员杰奎里·尤斯塔什·布鲁诺、阿尔斯·约斯夫等议员以及议员助理和工作人员的接待。驻布鲁塞尔代表仁增曲真根康和驻巴黎联络官突登次仁，以及西藏人民议会欧洲区议员突登嘉措等陪同司政拜访了上述法国政要。此外，藏人行政中央第16届嘎夏成立的策略规划小组于本周一5月13号在瑞士召开了第6次会议。在为期3天的会议上，与会成员将跟进前5次会议通过的相关事宜的执行情况。此外，还将继续讨论正在进行的策略方案的进展，并根据该小组的目标审议未来的相关措施。会议由司政边巴次仁主持，达赖喇嘛尊者的前特使格桑坚参、外交部长诺增卓玛、安全部长加日卓玛等成员出席了会议。与此同时，印度中央中等教育委员会于本周一5月13号公布了2024年度10年级和12年级的考试成绩。
来自全印度13所西藏学校的962名学生参加了从2月5号至4月2号举行的高考，其中11所学校的通过率达到100%，总体通过率达到99.69%。而10年级的考试共有来自23所西藏学校的1007名学生参加，总体通过率达到97.12%，其中13所学校通过率达到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长塔兰卓玛在获悉消息后，随即致函表达祝贺，并对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以及各界人士表达了祝贺，并鼓励他们在未来继续努力。此外，应西班牙前议员协会主席兼秘书长的邀请，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代表仁增曲真根康率领由西藏人民议会欧洲区议员图登汪清和国际深远西藏运动欧洲区执行董事哲通汪波组成的3人代表团，于上周五5月10号访问了西班牙议会。在与西班牙议员举行会谈期间，代表仁增曲真根康概述了中国政府系统性的侵犯人权行为，以及中国政府持续压制和同化西藏的语言、宗教和文化的企图，并呼吁国际社会支持西藏人民争取自由和正义的运动。而议员图登汪清和哲通汪波则重点介绍了西藏境内的宗教自由问题。此次访问西班牙议会的行程由长期支持西藏的罗伯特·纳哈尔前参议员协调安排。请继续关注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代表冈玛森格于本周三5月15号，在澳大利亚西藏委员会执行官佐伊·贝德福德博士的陪同下，在澳洲议会大厦会见了绿党参议员芭芭拉·波科克，并提交了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和外交与新闻部长诺增卓玛的贺函。议长康波苏南丹培和外交部长诺增卓玛在贺函中对参议员芭芭拉·波科克被任命为澳大利亚西藏委员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联合主席表达祝贺，以及赞赏他所做出的贡献与西藏人民自由事业产生了强大的共鸣，并表示对他的任命证明了他对人权的坚定承诺，以及致力于扩大受压迫和边缘化群体声音的努力。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